来。原根萝卜嘛，是不？要这个。对，就。啊？卖了280称，300斤称，最多3万了，3得多了。这个小的这口袋，太落了，太起恼火。对，来。这。哎。我抬了5斤了，你抬了。来，杨哥，我口袋了。来杨gir儿来。8斤儿，我好几年了。哎呀，这是啥子？我家的。来起。去哪？当然。哎呀，快，起发誓。这个小的走，你2个袋子好多了2个袋有200多斤。 2个袋啊？对。3个小的。那这2个可能就是240几。报去先报几斤吧。来，看我给你们妈报过去称哦。我喊你去报去称。还是不一样哦。这是不让我垃圾弄了。啊？我跟你讲，不得用。白金明来嘛。小1块我觉得。哈哈，大不是小1块。200的。220了。哦，差不多就了，停喂。3个的。哎。你找不到好多了。妈馋了的嘛。这个老馋了。为什么你这么好？馋了哦。胖个没馋了。出2个。哦。哎，这好像你。啊？这好像你。啊？
好吧，好紧。280，280，123，去退单270，落280，落280。哎，算，马上拿出去好。2嘛，你是拿手的。呀，150多块钱。牛皮了你因为这也为好。150个，3了也没。来，不够。不。这过哪里？那当然了。我搞不上去，我零钱不够。好，你看他们那边来货，差一讲你们来亲戚货。肉或者。好吧。 5.67，贵5.67，5.2，5多点也差不多。你说的同货还是？同货你不可能拿着你的包说。不拿我，那边顺江那边的。那不是，这是好多嘛？100嘛，条的。你贴着呢？这一行，这是大合伙注册，就是不得劲了。我拿好多钱去？200种嘛。对，不够嘎。嗯。对，不够嘛，200。 补嘛，你补嘛。286个，金头。230个。没怪啥子800块钱呀，这一种是啥子？哈。抽不进去。太韭菜不行了，哎老三，你算也。3元啊，你89。张云东没去走了。张云东呢？走了。张云东啊。我把钱给。哎呦我去回对回去买葱肉上。老3年。他妈我吃啥嘛照片，照张万一洋芋老手酒，冬瓜老手酒嘛。没我喝的没生活了。我把你鲜老手酒。要鲜鳗肉没了，小妹儿鲜扣的这个没了，强劲水桂花。有土豆。现在都在我也不知道你。装里面。装里面。装你了。
在哪牛？也好久了横眼了，伙计。你放人家搞你了，这不是最好吃的，4.5。哎，2万比这个。哎对。我都晓得。没得味道嘛，嘎。鸟了，飞机都是这个。这种整旋摆的蛮面，这没得口味有个差别。我晓得，来把称啊。大不了3.5。妈妈带起来。 240.5。2都是3.5。大不了3.5。今天是称嘛你，收不要嘛，那别来了。马上开始找了，走，菜把车来来，往哪个了？ 33，长牛差低点儿个。 33。我打也晓得嚯。33嘛个。我打也晓得。开始。来，喊王老公拉出去嘛？还没来啊？没有了。也是。我在摸的嘛，你看到不？来，都是我这台摆到对头。来哪几？30。来，这有点儿，现在我讲你了，他们车子有点干了，随时没得水。不够斤两，这个老，不够斤两。我啦，90多斤嘛，差不多管住了。抓住。老子准备好讲啥？老这个。马上一起把开个一老子。对，这干了不？哪儿办了点？来， 100的。豆儿。来，你请那边的。那个老样子嘛。改良呀，这一起拖住。摆在我这边。不行100好讲。讲100的。没得。你们你找那个，找你一起。康总，来，再转几遍。还差20斤。带耳吗？你要带的我找点地方。这锤子，3年8。130不？哦。这车子哪个方向？都3路也嘛，危险嘛，还是。好。你看外户嘛，我晓得你东西。找不到外户的人，你说你硬是外户。我东西是外户，今儿你硬是外户，找不到人有外户，找不到也把外户。 20斤还差。哦，差不多。晚上拿下来。这是那些车啊。多几斤？多少份？超级吧，25斤。好边你吧，对吧？25。问的这9块是吧？都要算钱。当年他这是25斤。多5块钱。5斤嘛。哦，135。多5块钱孩子弄吧。3点多。哦，东色西色3球。不，这是。别去贴死。涨嘛，涨得紧。那走广场了保安年走的。广场上少爷保看，要推多50斤哦。哦。马上你涨嘛。 135走65的。
韭菜要好斤。